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李小台先生。今天通知这个白新杰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做毛巾操。大家看到去坐到个瑜伽垫上 ，NSD 的要准备一下瑜伽垫，或者在床上比较硬的床上或榻榻米上来做一下这个运动那运动提脚是紧实的腹肌群好，来请老师，好，好，你水都好平掉水好下来掉下来掉好，然后你毛巾确定统一做起来，其实是从仰卧起坐又重要，可是它比仰卧起坐好难是，因为它只有45度45度角，好下，然后再吐气，再吸气回去你慢吸了些水出力。然后该吸水慢慢吐气，慢慢吐气像你安尼当然是你是某啲的时间，你是聊又放起来，跳那又卧起来是做得的好，吸气，吸气回去再休息一下下你就听了，做的运动运动的位置架会做到给确实到位要到位。到位才有用才有效。好像这样子，然后再按这个来算一下个秒数你最好有10秒到12秒来讲做100以后你随时都应该都是腹直肌、腹横肌、腹内外斜肌全部会出到力好，吸气吸气下去，大家又喊是叫那的毛巾来，通然穷下来做好，再一次吐气慢慢吐气，吐气起来就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当然又等于好目的，你是降球是直接落起来。落到你个7角90度也可以当然就是看自家啦。慢慢的你是会有这个体力做的，你是会实现无图来好，来你做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坐起转腰坐起转腰，好，可以，好，来这个好，脚稍微弯着，然后躺着，好，可以，好，来，好，起来，对，来坐起来，对，转腰，像这样子就慢慢吐气，吐到这里就停个10秒钟，停个10秒钟左右，然后再吸气起来，休息一下，好，吸气一下，然后再来吐气，慢慢的好，这个也是一样，就自己默数个10秒钟，这坐起转腰对我们的核心肌群叫海右棒处好，吸气，休息3秒到5秒，然后再吐气长肌力其实是完全用手挺其实最好是练的身体练身体是打过来按用将会好有出到力好。3、4、5、6、7、8、9、10好，吸气1、2、3、4、5好，来走来，好1、2、3、4、5、6、7、8、9、10好。再起好，就是继续这样
那就是我们的第2招哈。好，继续来。这种好适合你照新红冲的时节啦，你是做拿起毛巾来哈，打床垫上，或是地板上那个瑜伽垫上都可以哈。啊，对你照新红啊，洗来静心也会好活。好，你来走体上叫统照哈，踩车推手哈，好，踩车推手，好，空中脚踏车一样哈，好，好，来这一只对，好，再来换一只，好，再来换一只，好，从利亚安内先哈，这个脚就可以放下去哈，好，就这样子，好，可以放轻松一点哈。好，再来，好，你这算个几秒钟哈。当然可以，如果拄开始你无法度，你是脚打个垫上唔怕哈，两出的来，左换一只手来，好，再来换一个，好，脚踩到那地上可以，哈，这样子是，你好摸力的音是做对安用音哈，啊，长期好有体力的音。好，就是要腾空咯，哦，有体力的就腾空，哦，腾空跟稍微腾空跟踩在地上完全不一样哈，完全冇同样嘅力量哈，差动作哈。可以稍微踩在地上也可以哈，踩在地上，然后。踩在地上跟腾空的时候，效果冇同样哈。好，再来 ，OK， 好，就是你准备介绍的，你三角动作哈，你三角动作，你等下做来复习一下哈，复习一下。好，来，我们第一个动作，提一下动作，啊，那个紧实我们的腹肌群哈。好，好，来。起来哦，好，好拉着哈，一半就好，一半就好哈，可以，不是哈，好，可以，好，好，就10秒钟，然后就下去哈，那休息3秒再起来哈，再10秒，好，好。大家又喊的音是叫来拿起毛巾来按下做一下哈，对你的核心肌群全有帮助的，啊，对你的肌力也有帮助哈。3、4、5、6、7、8、9、10，好。好，再来，1、2、3、4、5、6、7、8、9、10，好，下去，好，再一次，我们就做第2个，好，抬架从下来做哈，好，抬架做动好哈。当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哈。好，好，我们来做第2个哈，坐起转腰哈，坐起转腰，稍微可以这样就好，脚弯起来，好，对，在前面就好，对，好，好。好，换一边吸气，然后再另外一边，哦，当然如果体力好，你就可以腾空，稍微那个的话，你就可以碰在脚上，哦，
手就可以碰在脚上，哦，好，好，再慢慢吐气下来，换右手，对，右手碰，体力好你就整个腾空哈。当不是像老师他们可以腾空，大家是手表的膝盖上也可以哈。主要是你也是会通也个左右边这个腰斜方肌，腰斜肌哈都会作用到。好，吸气回来3秒钟，吐气，3、5、6、7，好，吸气，好，再一个，好，再来是做第3个动作哈。踩车推手哈，踩车推手，好，好，可以，对，好，可以稍微躺下一点点，对对，好，这样子效果会更好哈。好，换手换脚，像你安的时间哈，你好右练，你那个脚可以整个腾空哈。就是慢慢的做哈，好，吸气，好，好，慢慢来哈，像你右个你是慢慢走哈，走年来哈，你特别是到了上方的姿势哈，抬脚走，向下呢天然走哈，走得动好。你也是休息一下，调息一下。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李小台先生，今日同白新杰老师来同大家向下做毛巾操今日毛巾操对你的核心肌群有好大的帮助来，体育家同照强老师来示范一下那个拉脚转腰，拉腿转腰，对，好，好，对对对，好，好，像老师安样佢个老年嘅手的时间当到应该是会用出力按落一些，其实是贵家性大家按老年，像你按老年一些效果也有其实对你个腹外斜肌还有股直肌都有帮助。可是底下是你再稍微用力转进来一点，这整个你贵家肌肉群有冇强壮贵家肌肉群的力量是动活像你按落差不多落10秒钟左右你做休息3秒钟，做完只脚很容易好，其实像你按也做路好短掉来再短一点可以，好，可以，力量会更大然后你这再做个了会好落去掉安转落去这个力量非常大，同你头先安的力量跟现在这种力量完全不一样好，吸气，好，回来换另外一只脚。对，好，再进来一点点好。像你你是自己做默数默数个10秒钟，然后再放松，然后放松3秒到5秒，再换另外一只大家有可能天时有冇会做能来好，2、3、4、5、6、7、8、9、10，好，你系提起只动作。
听一家同照哈，你是坐姿转身哈，好，两只脚放平，好，两只手拉直，好，转身哈，用力给用你的左手碰你的右脚哈，对对对，哦，强烈阿因对你也给整个肌肉群哈，尤其核心肌肉群会用到你按力哦，哦，来吸气回来，好，再来慢慢吐气，再来慢慢第二个哈，然后就是碰我们的左脚哈，一样慢慢数哦哈。5、6、7、8、9、10，吸气，停个3秒到5秒，自己数。好，对完，大家对你也个腹部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还有对我们的肱三头肌都有帮助。3、4、5、6、7、8、9、10，好，好，继续。同样哈，你同样要呼吸吐纳都要做得好，做得好的时候哈，你的身体是会热热热乎哈，好，吸气回来，好，我们再来做一下第3个哈，八字转腰哈，八字形瘦腰的哈，好，站着哈，好，对，好，然后往右边，好，对。打直以后呢，慢慢的推向你的左边，然后画一个8字，然后左手右手下来，对，好，再可以稍微再往下压一点，对，往下压的时候效果就会比较好。好，就是这样哈，这个一样用力的时候要稍微慢慢的吐气，哦。好，吸气慢慢推过去，哦。当打直的时候呢，哦，稍微用到力量，稍微推过去，然后再打直，再画一个8字形。哦，好像我们的老师这样做得很好哈。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这3个动作，哦，俩3脚同照，慢慢来做哈。提脚是落脚，拉脚转身哈，对，拉脚。哦，记得了哈，你也从你也做一些哈，你也按用因做。同样去做哈，可是做一些你的力量冇问题，好，你略放下心过来，好，放下心，变到两片来，这效果是全冇同样哈，一样做个10秒哈，再慢慢吸气，再回去另外一边哈，好，从你其实差不多10秒钟左右，好，停3秒，停3到5秒。然后再做另外一边，好，大家有可能天时有冇会做人来停一下子吸气，好，吸气以后再慢慢来，好。这肩膀要稍微打直一点，对，再过来，好，大家从下来做好，大家做当好当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好，吸气，稍微休息3秒钟。
再转过去哈。了转过来的时间哈，像老师安因变到了叫下来喊下河哈，给整个力量是会好多好大哈。啊，练安尼的个户外斜肌就会用到。好，吸气转来哈，嘿，有毛巾的音哈，从下来做人来哦哈。看起其实错大概冇痛冇痛，其实哈，个肌肉全带出能力哈，所以佢慢性退还啦。好，我们来做第二个哈，坐姿转身哈，坐姿转身，好，2只脚打直哦，好，慢慢吐气哦哈，慢慢吐气，好，有时候相信哈，你莫做长夹哦，慢慢来。吸气哈，3秒到5秒哈。好，吸气回来，再一次慢慢吐气哦。2、2、3、4、5、6、7、8、9、10，好，吸气，3、4、5，好，再来2、3、4、5、6、7、8、9、10，好，吸气回来，好，再来继续哈。好，我们下一个就做一下我们的8字形瘦腰哦。8字形瘦腰大家也可以准备了哈。好，我们请老师起来做一下我们的8字形瘦腰。过去一点点，对，好。推到后面的时候，再吸气一下，再慢慢再用力推过去，慢慢吐气，慢点。好，转过来哦，好，注意哦，腰部要打直哦，各位乡亲哦，注意哦。细汉打亲人来，喊会个呼气吐气的做多哦，吸，然后再吐哈。像你下记老师做多就按你对这个腰部啊瘦腰很有帮助对他瘦腰很有帮助。大家就个是在强下来做有运动都是就对这个身体有帮助其实你用毛巾操唔係講一天嚟錄音架呢，當到後上音做有嘛當有幫助來看大家你三項做起來做當好係啊，慢慢來做，對你的身體大家會健康，大家會當好好，希望大家謝謝，拜拜。